好大力啊！迄当阵的电影敢若较侪迄种悲情的，较侪讲什么可怜的故事，即支是较三八一条啊。1967年迄个时代啦，照你讲，迄个时代查某伤主动会向骂。迄当阵的查某囡仔大部分拢是较含蓄的、较优秀的，上无嫁嘛爱嫁一个伊是完全调工甲颠倒变，查某较主动，查甫较被动。金头真后演，演迄种孤单老人、性格真奇怪迄种角色，真趣味啊。翁仔某相拍的，这场嘛真有名。就是两个翁仔某老冤家，就入去一间厝内底外口有足侪厝边隔壁的咧听，拍牌，敢若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尔。迄个时代感觉安尼真趣味啊！咱即马人看感觉敢若无啥对。石君嘛，互我印象真深。后尾查资料才知影讲，伊是迄当阵真有名的小生。伊本来是咧做翻译的，迄当阵的查甫拢是感觉爱真飘撇，迄个男子汉迄个感觉。伊即个角色是敢若读书人真斯文，对查某囡仔即种代志，伊敢若真被动安尼啦。金梅就无共，金梅是迄种追求伊家己所爱的物件，较主动。妈，不要，妈。我拍的片查某拢是较互社会压抑，较无主权。古早时代这重男轻女这方面是真严重。若讲恋爱我感觉即马做爸母，像阮这代的囡仔若要结婚你就感觉多谢，紧去结婚。就以导演新奇，伊咧1969年有12支电影，看甲足新鲜的。阮即马拍电影，才4、5年才会拍一支。迄当阵电视真少嘛，我细汉时阵敢若有台视尔。人的娱乐活动大概都是看布袋戏啦、歌仔戏啦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做工课。所以迄当阵看电影是上大的娱乐活动。感觉大家剧本写，就明仔载就会当去拍，一礼拜应该就会当拍煞。感觉这真正是真好的时代啦。看台语片这种黑白你会当研究的物件真多，就以前的演员、明星，甲即马无啥共。迄当阵的电影其实甲即马的人的观念无啥共。我是感觉有一种心态是去了解迄当阵的人咧想啥。是安怎看迄个男女之间，也是爱情，也是社会问题、家庭问题，因的看法，乃甲咱即马有无啥共？你感觉乃安尼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这会当好好研究者。这个社会其实有改变，有社会有进步，所以即马搁去看。伊无应该是去研究伊拍了好拍了歹，应该是看迄当阵的人安怎生活，安怎想。假使若你拍戏，我嘛甘愿。我有你这个好太太，我已经真满足啊嘛。